大家好，今日係5月18日，想同大家講下兩單新聞，分別係積金局研究加大拖欠供款罰則，以及財政司司長對未來經濟發展嘅睇法。上星期有兩單新聞關於拖欠強積金供款，分別係鋪王鄧成波家族嘅鴻星集團，另外就係由商人羅傑成開業嘅卡拉 OK Red Mr。講多少少 Red Mr 嗰單，佢哋響2024年2月到10月拖欠約70名員工嘅強積金供款。當時涉及供款113萬港元，而 Red Mr 母公司 BMA 就由舊年11月到今年4月未有幫50名員工供強積金，供款涉及金額約60萬港幣。拖欠強積金可能係結業前嘅先兆，響嗰度做嘅員工可能都要做定心理準備。積金局行政總裁鄭恩賜響尋日嘅電視訪問入邊就話，過去3年因僱主拖欠供款而發出嘅繳款通知書持續上升，由2022年約34萬張增至2024年嘅39萬張，平均每年增長約7%至8%，估計今年同往年相若，或者會比舊年多一啲，令到拖欠強積金供款個案有機會連續第4年上升。鄭恩朝次節目入邊亦都透露，積金局同政府依家商討緊將拖欠強積金嘅附加費分成2級，假如修例成功，僱主拖欠越耐，要俾嘅附加費就越高。由依家劃一要求拖欠強積金供款嘅僱主要繳交拖欠款項嘅5%嘅附加費，變成拖欠強積金過咗某個時間就會徵收10%嘅附加費。更改法例反映咗拖欠強積金呢個問題已經好嚴重，如果唔係咁嚴重，政府都未必響經濟咁差嘅情況之下要再懲罰仲做緊生意嘅僱主，亦都反映咗香港經濟再唔揾新出路就會越嚟越難行。再講另一單，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響社交平台貼文，講述自己響出席家庭教育與成全論壇2025入邊，分享咗佢對未來發展趨勢嘅睇法。佢話地緣政治、人工智能發展同埋綠色轉型呢啲都會決定未來10年發展嘅趨勢。如果有提及肯定然政治因素之下大國同大國之間嘅戰略競爭或者會持續，關稅同貿易壁壘會令全世界經濟碎片化，嚟緊全球有機會發展出3個區域嘅集團。第一個地區係亞太地區，第二個係印度、中東同埋歐洲組成嘅地區，而第3個就係美洲。響地區入面，國與國之間會有更多合作同埋夥伴關係，相反地區域同地區之間嘅競爭就會越嚟越激烈。照咁睇嚟香港要尋找生意合作夥伴同埋擁抱人工智能就變得越嚟越迫切，而特區政府亦都知道個迫切性，所以無獨有偶，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就響尋日，即係5月17號出咗一篇局長網誌，標題係香港人工智能發展大棋盤。呢篇文章有幾個重點，分別係提升人工智能技術嘅研發能力，構建算力基礎設施，即係香港要建立自己嘅超算中心同埋人工智能實驗室。睇翻記錄，其實相關嘅計劃由2023年提出，並且已經執行緊。另外就係透過政府唔同嘅資助計劃，加強資金引導，加速產業發展。其他重點就唔逐一講。如果大家想轉工或者轉行，我會推介呢篇局長網誌，參考一下個市場會點發展。我哋係時事菠蘿雞，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條片，就幫手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